中经院公布第三季的经济预测，因为 AI 发展甲消费出口的带动，预估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3.81%。美国总统候选人 Trump 讲，台湾应该爱纳保护费予美国，这款讲法敢会影响咱台湾的经济呢？中经院表示，咱台湾拢是家己出钱买国防的装备，呼吁政府就要提早应对，利用经济政策来影响美国。中经院19举行国内第三季经济预测记者会，那亲像外界预测的，国内经济成长率今年站稳3字头。只是台湾经济细面，敢会受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放调讲爱咱台湾交予美国保护费来产生变化的。因为我们已经付了保护费，我们才会利用我们所有的政策工具，比如说我们的台美21世纪台美倡议，来慢慢怎么样跟美国搭上线哈，慢慢影响美国的政府的政策哈。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些准备，这个才不会说这个被挨打的局面哈。中经院代理院长王建全指出，美国总统大选是11月，对于台湾经济成长率影响无大。详细观察，对于国内经济成长率，包括中经院甲主计总处以及中央银行的预测拢超过3.77%，但是外国银行、盛典银行是预测4.2%，其他包括渣打、瑞银也个 ING 集团拢预测超过3%。这是因为受惠 AI 发展的应用，也个消费甲出口的带动，成长模式是内外拢温和成长。中经院预测，美国可望伫总统大选前降低利息。若是股市的部分，19台湾股票市场的早盘也是有起有落，盘中捌落挖近500点。宽达股、台积电是无反映法说会的行情，搁再落破较无1000块。台积电呢，这个全指股呢，它的这个卖压还是相当的沉重。那市场的信心呢，已经受到了冲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各类股呢，几乎都是呈现弱势震荡，甚至于拉回来的走势。分析师认为，短期咱台股行势会较软，阁有起落的细面，都要看美股什么时阵止落回升，还是外资进行调节。若做台积电转来到1000块，安尼大盘就会止落回升。记者综合报道。